嫁给我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想让你轻易暴露我们的关系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向你隆重求婚。到时候，你就可以向你的亲人、朋友、同学们正式介绍我是你的夫君了。夫君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不能让我知道？我跟你姐姐呀不打不相识，所以我们就成为朋友了。你姐姐说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，想给你个 surprise， 所以才没告诉你吗？哦，晶晶，嫁给我吧，我爱你。这也太突然了。不过我还没成年，人家还未满18岁呢。啊，这个没关系，我已经满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等你。待你成年之日，就是我们洞房之时。你愿意接受我吗？原来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情啊！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玉佩，我把它送给你。等到我18岁，你就拿着它过来娶我，好吗？我这就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姐姐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等我。晶晶，姐姐希望你能幸福，也能早日找到属于你的幸福。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呢。找到了？虽然我出道晚，年纪也小，但是没想到我能这么快就找到我的真命天子，而且我们都已经立下婚约了。你说的那个人是谁啊？就是孙悟空啊！你说什么？白晶晶，枉我真心把你当姐妹，竟然敢跟我抢男人！啊！姐姐，少废话！姐姐，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别叫我静静，你不配做我妹妹。姐姐，你们慢慢打，我先走了。空空，你快帮我跟姐姐解释，快点啊！还解释什么？上阵！哎，等等我！晶晶，你还是走吧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个坏人啊，我配不上你的。我们不要在一起了。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这不就够了吗？姐姐为什么会生气啊？啊，这个或许呢，他以为我喜欢的是他吧。那你告诉姐姐，你喜欢的是我，要跟我在一起不就好了吗？她会祝福我们的。啊，对呀，你说的很有道理啊。但是你真的喜欢我吗？送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定情信物呀，它是用我对你的思念化成的藤条，希望它能够在你身边，你左右，陪你到永久。我喜欢，以后我就用它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我喜欢。
空，哎，你现在就去跟姐姐解释好不好？好，我就在这里等你。嗯。孙悟空，我喜欢你。谢谢，我更喜欢你。我等你回来啊！休息一下。孙悟空，我杀了你！哎呀，仙子，天大的误会，我真的是孙悟空啊！孙悟空是能拔出紫青宝剑的真心人，你说你是？拔剑给我看呀！还敢狡辩，受死吧！等一下，东鹏特饮维生素功能饮料，法力恢复一瞬间。啊啊啊！红鲤鱼，浪翻我去的红鲤鱼。你原来真的是孙悟空啊！早就跟你讲过了吧？嗯，就多喝2口，怎么这么大力？我杀了你！东鹏特饮，年轻就要醒着拼。是我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误会我了？好啊，你跟我解释啊。你一定是觉得我见异思迁的吧？你错了，我没有。你死性不改，你是不是喜欢白晶晶那个臭丫头？难道我还不如我还不如？要干什么？要搬家就找我吧。你都不愿意陪我住在这儿，我留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我留他们还有什么用？我是不想跟你住在这里，因为你不属于这儿，你应该属于美丽的地方。我想带你去美丽的地方。留着你这些话，去骗白晶晶那个小姑娘吧。我才不会相信呢。我知道你不会相信，我也不信。但这就是实话。你经常骗别人，但是我不会骗你。经历了那么多，我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我需要的是体贴的、成熟的、聪明的女人，比如你。你不是说你要娶她吗？你觉得可能吗？你觉得我可能娶那种黄毛丫头？他说你们俩有婚约了。那是他喜欢我，我对他根本没有感觉，这能怪我吗？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我也不想解释太多了。
这是什么？地呀、地上是什么？土啊，下玩具。我不要你用时间证明，现在此时此刻，你去跟白晶晶那个臭丫头，给我做个了断。不如你跟我走吧，去哪儿？天涯海角，浪迹天涯。好啊，不过此时此刻，你去跟白晶晶去给我做。什么黑晶、白晶、亮晶晶，通通不懂我心情了。饮食一刻，古墓往西2里路，村口大枯树旁，我们撕。你是认真的吗？不能更真，你确定？一定以及肯定。好啊，那我们俩击掌为盟。你干什么呀？送你一记夺命掌啊！饮食一刻，古墓往西，村口枯树旁边，我给你解药啊！哎呀，春春，你太冲动了，不如现在给我吧，这个很痛。你只有2个时辰的时间了，你自己想清楚，是继续浪费时辰呢，还是把事情解决处理掉呢？哎呀，春春，这个真的不好看，要不……你不是说喜欢姐姐那种风情万种的女人吗？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我现在不想说话，尤其是对于感情这种事情，你看了就懂了。你还没有看完吗？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呀？我不识字看不懂啊。好吧，我念给你听啊。晶晶，我爱你。可是春三师娘无法接受我们相爱的事实，所以我中了她的夺命掌。如果没有解药的话，我就必死无疑了。可是以我现在的能力，没有办法去找解药，我的性命全在你的手里了。饮食阴刻，古墓往西2里山路，村口大枯树旁，春三师娘会在那里等你。这么短的信，有这么多的话呀？啊，这个呢，越有学识的人啊，用越经典的文字表达出更加丰富的内容。这个以后有机会我再教给你啊。可是我刚刚明明听到你说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是，刚才是村山子娘打我，逼迫我那么说的，其实根本不是我想说的话。你看，我现在的性命只能交给你了。你会保护我的吧？你会对我负责的吧？我会保护你的。可是你送给我的骨片，我都给它搞碎了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种东西不要也罢，回头再伤到我。啊，我最亲爱的你，乖。你怎么了？好难受，好难受，好难受！等着，不争气了，没有用，快去给我解药。好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回来，我马上就回来。
喝酒吧，真是好贴心啊。